你好，我想要帮我先生挂号。你好，我想要留我條價掛號。你好，我想要留我條價掛號。请给我病患的身份证和健保卡。請幫我病人的身份證、留健保卡。請幫我病人的身份證、留健保卡。这里。你呢？您先生的手机号码是多少呢？我條價的手機號碼係幾多呢？我條價的手機號碼係幾多呢？0123456789。0123456789。0123456789。好，您想要挂哪一科的门诊？好，你想要掛你科嘅門診。好，你想要掛你科嘅門診。骨科。骨科。请问您有指定医师吗？請問你有指定醫生嗎？王醫師，今天上午有額滿嗎？王醫生，今日上晝額滿嗎？王醫生，今日上晝額滿嗎？可以為您掛號。做得讓你掛號。今天王醫師門診在1樓一診，您的序位是65號。今半夜王醫生門診在1樓一診，你係第65號。今半夜王醫生門診在1樓一診，你係第65號。好的。好。这是张俊宏先生的身份证和健保卡。你係張俊輝先生嘅身份證啦，健保卡。你係張俊輝先生嘅身份證啦，健保卡。這張是掛號單，1樓有志工。呢張係掛號單，1樓有志工。呢張係掛號單，1樓有志工。提供身高、體重和血壓的測量。提供身高、體重到血壓嘅測量。提供身高、體重到血壓嘅測量。謝謝你。什麼你？